喂，冇你要等一陣嘅。你一開始啊，你一開始要等1秒，而家我多你1秒啊。我開始都要多1秒㗎。我唔使㗎，直接近就得㗎啦。死啦1分鐘。點算啊？影下俾本地客車遮嬌住晒。頭先我哋已經 miss 咗阿邊個啦。對面好先而家。對面一啲消息都未有，信號燈。死喎！我哋會唔會飛到過對面咧？佢嗰次 KTT 咪等成分鐘先嚟。嗱呢邊開17啊嚇，小心啲啊！呢邊開17。不過唔好夾硬嚟啦，相遇唔到就相遇唔到㗎啦。係啊。嗰次810-825咧，睇個樣好似好夾硬嚟。係啊。只不過靠住塊板嚟掹翻啫嘛。對面仲未轉信號燈。哇！成分鐘啊！請小心月台與車廂加之封閉。呢個快啲嚟啊！乘客上下車的時候，請小心月台與車廂之間的空隙。黃燈即係準備，綠燈就通過。即係黃燈就要，即係如果佢早嚟到太和站就慢慢行先。係啦。跟住綠燈咧就俾你飛過去。係啦。不過好可惜，後邊有車嚟緊咯。哎呀死咯！喂，叫快走啦！往羅湖列車現在到站，乘客請勿超越黃線。上車時請小心月台與車廂間之空隙。如果不等列車現在到站，請乘客不要超越黃線。上車的時候，請小心月台與車廂之間的空隙。綠燈添仲要。死咯！唔係大鑊？係啊。好啊。佢嗰把聲我哋聽唔聽到㗎？對面嗰把聲，即係不停站列車啊！講咗啦，佢已經。講咗啦。係啊，我聽到咩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啊。要喐啊！喐啦！見到車頭燈啦，我已經。列車即將開出，乘客請勿超越黃線。列車即將開出，請乘客不要超越黃線。For your safety, please stand. 0186。